35歲負債100萬，仲有冇必要活落去？我答佢一句話：你願唔願意分期付100萬，換翻35歲重新開始？呢句嘢當場令佢愣咗。今日我想同你講，點解保住9命先係你人生最值錢嘅能力。有個心理治療師叫張春，佢成日同啲後生仔講：我向你保證，而家就係你一生中最難嘅時候，等你大個咗就會變好。佢仲話：如果你活得太辛苦，可以求其咁活住先，當自己死咗咁生存。只要唔做傻事，你自然就會活落去，活到有一日你會發現人生仲係值得過嘅。我好認同呢句說話，因為我自己都係咁捱過嚟嘅。中學差1分入唔到理想嘅學校，覺得成個天塌落嚟。做救護員嗰2年，又累又悶，以為自己冇用，之後投資蝕錢，俾人呃，惹上官非，次次都覺得頂唔順。但係每次最多2個月，又好似咩事都冇發生過咁。你知我點解仲企喺度？因為時間會將所有深淵變成淺灘。你以為嘅絕境，其實只係時間軸上面一個點。路係行下先會闊，但前提係你要活到嗰一日。跟住個粉絲又問我：咁辛苦活住為乜嘢？我答佢：人生最大嘅意義其實係白嫖。冇錯，就係白嫖。你而家用緊嘅手機、電燈、上網、外賣，全部係幾千年文明累積落嚟嘅嘢，你有冇貢獻過？冇。但你咪又係照用可也。你一出生就有人幫你設計好晒呢啲嘢，仲有咁多娛樂內容任你睇。古代啲皇帝幾有錢都換唔到你而家嘅生活，佢哋冇冷氣、冇手機、冇外賣、冇 IG、冇 YouTube， 你叫佢哋同你換，佢哋實肯。但你肯唔肯換？梗係唔肯啦。你冇咗手機10分鐘都頂唔順啦。世界辛辛苦苦發展咗幾千年，就係為咗服侍你，等你一出世就享受到最好嘅嘢。而你活得越耐，見到嘅嘢就越多，白嫖得就越多。我老豆嗰代有餐飽飯食就偷笑，我細個嗰陣連 call 機都未普及，到我個侄仔出世，巨型機械人都開始出街啦。你話你而家啲債、感情、焦慮有幾大件事，同見證時代變遷比起嚟，真係濕碎。時間會將所有苦難變成笑話。保住條命唔係認輸，係你見證未來最重要嘅入場券。唔好喺時間準備俾你打折，甚至免費嘅時候自己提早離場。關注 Jackie， 從救護到創富，帶你睇清點樣將絕境變成起點。我哋下期再見。